按照政府嘅指引，當局須喺法改會報告書發表後12個月內提交公眾回應。然而，自報告書發表後3年，民政事務局仍在協調相關決責局同埋部門嘅意見。就此，我哋建議民政局需要加快諮詢相關決責局同埋部門，以期就法改會報告書嘅建議定回應。法改會喺2013年嘅12月發表報告之後，民政事務局隨即喺2014年1月展開政府內部嘅諮詢，並於其後召開咗2次跨部門協調嘅會議，討論各決策局同埋部門嘅意見。牽涉嘅部門呢係幾多下嘅，包括有9個政策局同埋9個嘅行政部門。咁我哋全速去進行呢，係做一啲研究資料搜集。